已经肿了。来，站起来，把裤子脱了，背对着就好了。看一看，你觉得哪里肿了？这里啊。包皮肿。你是自己翻了包皮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现在是卡住了。你昨天为什么不来看呢？昨天要上学啊。你不怕坏死啊？那你现在先穿起来，我看能不能复位。你家里人呢？在家里啊。你跟他说过没有？说过啊，今天才说的。今天才说的。没有什么大事。哎呦，不能说没事。待会儿要给你复个位，因为时间卡得太长了，复不进去，就有可能需要做手术了。就是相当于做个切包皮的手术。你是觉得今天为什么要过来看呢？因为就是看已经有点肿了，感觉会出事。感觉会出事？你当他翻的时候没有翻回来，不觉得会出事吗？没有。来，你跟我到治疗室来，我给你翻一翻。来，有凡士林吗？我给他翻一下。蝎子托尔躺上来，我看能不能给你翻得到。痛你怎么办呢？痛就忍着呗。这里已经你看勒到有个环了，看到没有？对啊。能翻回来就最好，翻回来之后开点药水给你洗一洗。好，可以了，并没有说有粘连的痕迹。你不能再翻了啊。好的。感谢感谢。不用做手术你就感谢了是吧？有没有爸妈电话？我要跟他说一下。没事，不用说，我自己知道。要说，这个必须要说的，没有什么害羞的，跟你爸爸。好尴尬呀，真的。有什么好尴尬的？要跟你爸爸说啊。家长吗？哎，你好，哎，我是儿童医院精神外科的医生啊。就是孩子啊，他那个包皮啊，他肿了，是因为他那个包皮翻出来以后呢，没有及时给他翻回去。以前在家里没有教他怎么翻包皮吗？好，行，反正现在给他翻回去了。这1个星期都不要去给他翻啊。现在翻回去就不严重，如果翻不回去啊，他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包皮环切的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啊，现在反正现在没问题的啊。嗯。好。